歡迎收聽5D 人 Podcast。今日嘅主題係信仰與衝突，我哋會從多個角度去探討，包括歷史、文化同埋當前社會嘅動態。由古至今，信仰一直係人類生活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，但同時，信仰都經常成為衝突嘅根源。信仰嘅力量可以驅動人為咗更高嘅理想而奮鬥，但係喺某啲情況之下，呢種激情都可能變成暴力嘅催化劑。歷史上有好多著名嘅宗教衝突，例如十字軍東征、宗教改革同埋當代嘅恐怖主義事件。呢啲事件唔單止影響人嘅生活，仲改變咗整個社會嘅結構同文化。十字軍東征正是一個好例子。呢一個11世紀末至13世紀之間發生嘅一系列軍事行動，主要係由歐洲基督教國家發起，目標係奪回耶路撒冷同其他聖地，並對抗穆斯林勢力。十字軍嘅參戰者唔單止受到宗教信仰驅動，經濟同政治因素亦係重要考量。十字軍嘅攻佔短暫地成功咗多個地方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隨着伊斯蘭勢力嘅反擊，歐洲基督徒逐漸失去所佔領土。十字軍東征不但造成大量人員傷亡，亦深刻影響咗基督教同伊斯蘭教之間嘅關係，造成長期敵意，並且加深咗對宗教身份同文化差異嘅理解。從伊斯蘭嘅角度睇，呢個係一場對外來侵略者嘅抗爭，而基督教徒則將其視為一場神聖嘅使命。呢種理解上嘅差異導致咗長期嘅敵意，亦影響咗後來世代對宗教嘅看法。聖戰嘅概念喺中世紀靈性中可以點樣理解？對當時嘅基督徒嚟講，聖戰係一種神聖嘅使命，係捍衛自己信仰嘅一種必要行動。呢種信仰驅動嘅力量，使得參與戰爭嘅人可以合理化對敵人嘅暴力行為，因為佢哋相信自己係為咗神而戰。呢種觀念唔單止喺當時得到廣泛接受，仲對後來嘅宗教衝突產生咗深遠影響。十字軍東征雖然以衝突同埋戰爭著稱，但其實對於歐洲同埋中東地區亦帶來咗一定嘅正面影響。首先，十字軍東征促進咗東西方之間嘅貿易交流。隨着十字軍嘅推進，歐洲嘅商人與中東嘅商業網絡開始建立聯繫，促成咗商品、工藝品同埋文化嘅流通。比如香料、絲綢等珍貴商品從東方進入歐洲，帶動咗歐洲嘅經濟發展。其次，十字軍東征對知識嘅傳播也產生咗積極影響。隨着十字軍嘅到來，歐洲人開始接觸到伊斯蘭世界嘅科學、數學同埋醫學知識。呢啲知識對於歐洲嘅文藝復興時期起到咗推動作用。好多古希臘同埋古羅馬嘅文獻通過阿拉伯文獻被重新引入歐洲，促進咗知識嘅再發現同埋學術嘅進步。講到呢度，我哋需要對靈性同宗教呢兩個概念做個對比，咁先可以更加清晰咁理解佢哋之間嘅分別。宗教通常指一套結構化嘅信仰體系，包括教義、儀式同埋社群制度。宗教有時會形成組織性嘅機構，例如教會或者神殿，仲會定期舉行一些儀式去加強信徒之間嘅聯繫。相比之下，靈性就更加個人化，強調個人同神聖之間嘅關係，而唔一定要依賴於傳統宗教嘅結構。靈性容許人喺探索信仰過程中有更多自由去質疑、反思同體驗，而唔會被教條束縛。咁樣一來，靈性就會喺某啲情況下成為和平同理解嘅橋梁，促進唔同信仰之間嘅對話。不過，靈性同宗教之間嘅緊張關係喺歷史上亦都唔少見。例如，唔少人喺追求自我實現同內心平靜時，可能會同傳統宗教嘅教義產生衝突，因為佢哋嘅靈性之路可能挑戰咗已經存在嘅信仰規範。所以，有時候，靈性會被視為對宗教體系嘅挑戰，呢種挑戰可能會引起對立同衝突。但係，我哋都要睇到，靈性同宗教之間其實都可以有互補嘅關係。靈性往往能夠為人帶來一種更深刻嘅內在體驗，唔少人透過靈性嘅實踐，揾到自身同宇宙之間嘅連結。呢種連結唔單止係對生活嘅一種啟發，
仲可以促進人際間嘅理解同包容。一個著名嘅例子就係印度嘅信仰對話運動。喺印度，因為種族、宗教差異，時不時會出現衝突。為咗促進和平，唔同信仰背景嘅社區，比如印度教徒、穆斯林、基督徒同佛教徒，會定期聚集一齊進行靈性對話與冥想活動。喺呢些場合，參加者會分享自己嘅信仰故事，並且討論各自嘅靈性體驗。透過這種方式，大家可以更加理解彼此嘅信仰根源，從而減少誤解同偏見。當我哋尊重其他人嘅信仰同靈性經歷，可以創造出一個安全嘅環境，讓大家能夠自由分享各自嘅故事。正是呢種開放同包容嘅態度，有助於促進跨信仰之間嘅同埋平共處。不過，唔可忽略嘅係，無論係靈性還是宗教，嚟自唔同信仰軌跡嘅人，都必須面對自己內心嘅疑惑同掙扎。這些疑惑可能導致人重新思考自己嘅信仰觀念，甚至對信仰本身產生懷疑。當面對嚴峻嘅現實，無論係靈性還是宗教，都能夠成為個體尋找意義嘅途徑。